讲到全世疫情直直咧拖，侨务委员会特别制作35000份防疫关怀包，内面也有一寡防疫物件，按算伫过年进前要寄予侨胞甲台商，互因伫5月世界卫生大会进前替台湾做外交宣传。黄色卡棒顶面印有台湾 O 型的图，佮用英文写要互大家健康。台湾 can help， 细细卡看起来真古锥，内底佮有 O 型图的喙暗，台湾造型的纱文等等。侨务委员会拢总做35000份防疫关怀包，要发予住伫咧外国的台湾人。戴着这个口罩呢，在海外来彰显说，在这次疫情当中，台湾不但有能力可以自己自立自强，更有能力来帮助全球所有的人类。但很期待这国际组织能够接纳台湾让台湾能够实质发挥效益。侨委会按算过年进前，把这的防疫宣传品空运寄去予各地侨胞领袖，希望透过因伫海外影响力，宣传台湾的防疫力量，马替5月份的世界卫生大会来铺路。你今天在海外，你送人家什么东西，人家还不见得是要接受。那刚好现在疫情那么样的严重，这样子切实的送到国外去，我相信他的国外的一些朋友一定是非常的欢迎。来参加的侨胞领袖表示，过去1冬以来，已经有真侪台湾的防疫甲医疗用品免费送到印度等等的国家，嘛代表防疫无国界。侨委会嘛希望透过防疫关怀包的宣传，进一步争取海外民间加入世界卫生组织。记者陈雅文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